陆军第一炮击部去年成立无人机大队，这回公开战术的演练，展示安怎侦查甲打击。另外，现场阁会当看到用3D 列印打造出来训练团，予国军加强实战化训练。记录日前，无人机飞手随放出 FPV 无人机，正做战场空中目睭，抓到敌军的车。战术小组的组长随下令炸起油的无人机，发动自杀式攻击来摧毁目标。另外一方面，敌军发动突袭，看到咱军有人员伤亡。另外一只无人机掌握敌方的所在，空投炸弹，造成范围的杀伤。国军接续现代战争，部队逐渐加入无人机运用。陆军第一炮击部去年成立无人机大队，支援各作战区的任务。即摆对外公开无人机战术演练。那如果是以车辆的话，我们会以自杀的方式第一摧敌方的车辆。那如果是发现部队的话，我们会以投弹的方式，以范围方向来造成部队的伤亡。无人机飞手必须戴上 FPV 眼镜，才能以第一视角操作无人机进行侦察打击任务。国产军用上个规格 FPV 无人机，应按照任何需求选择的也是例如方式来装枪油，也要求在1分钟内底按换好。国军消防美军现在已经导入3D 列印技术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打造了多款接近实弹大小的训练弹，让无人机飞手可以更贴近实战化训练。自杀式无人机可以因那个波率频道的调整，可以飞。最远可以飞到200公里。我们可以针对无人机的零件，然后做那个3D 列印，减少一些无人机零件的成本。无人机大队因拿伫前线协助执行侦查打击任务，也研发中心维修小组经由3D 的列印技术生产零件，提升后勤的量能。对中共军事威胁，国军来接续国际，一步一步转型，继续来加强无对等的作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